歡迎咁多位嚟到 Apple 以及阿邦嘅婚禮，我係今日嘅婚禮師，我係 Alex Chan， 大家好。最中意咁熱鬧噶啦，請得我翻嚟，梗係要同大家講下古仔噶啦。準備好聽一對新人嘅愛情古仔未啊？準備好就嚟噶咯。唔同人嘅愛情有唔同嘅開始，我哋今日 Apple 以及阿邦都係佢哋從朋友間認識對方，時至今日咧走過2年幾接近3年嘅歲月，先將掌聲送俾呢2年幾嘅佢哋，可唔可以啊？佢哋其實聽到嘅喎。雖然話佢哋從朋友間認識對方，但其實佢哋兩個係同公司嘅，而且一齊做嘢係2年嘅，而且係同一個樓層，但係一次都未有機會認識對方。直到有一年平安夜咧，同事孫生就叫咗佢哋兩個一齊出去燒嘢食。孫生喺邊啊？喺嗰度啊？揮下手嚟睇下先。OK 好。係啦，直到咧佢哋孫生咧叫咗佢哋兩個出去燒嘢食啦。今晚終於有機會啦，阿邦梗係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啦，即刻抄牌攞 IG， 所以掌聲送俾孫生啊！唔該，小星星係嘛？好，翻嚟啦。喺阿邦追 Apple 期間咧，我問佢哋兩個咁拍拖或者約會，佢哋兩個會去邊啊？佢哋話一班人出嚟飲酒咯，係啊，一班人出嚟飲酒。但幸福嘅係咧，每次飲酒咧都有阿邦送 Apple 翻屋企。而家有一次搭的士期間咧，阿邦終於都鼓起勇氣表白啦。但係 Apple 係醉咗聽唔到嘅，唔緊要啦。直到後嚟有一次睇恐怖片嘅時候，因為阿 Apple 咧係好驚睇恐怖片嘅，作為男子漢嘅阿邦咧就拖起 Apple 隻手，繼而同佢表白。原來電影院情緣係 work 㗎，所以掌聲送俾阿邦啊！唔該。我問佢哋兩個平時最中意去邊咧？佢哋兩個都一齊答我話中意周圍揾嘢食。由一齊到今時今日啦，阿邦每日咧都會煮定飯等 Apple 翻嚟㗎，更加係會 pack 好 lunch 等佢帶翻工食㗎。係佢啲同事就知㗎啦，喺嗰邊係嘛？結果 Apple 由拍拖嘅初到今時今日係肥咗10磅以上。掌聲繼續送俾親力親為嘅阿邦啦！二人世界有幾開心，相信唔使我司儀喺度多講，但絕對要多得嘅係雙方家長嘅愛錫。從佢哋口中描述話俾我知，要多謝奶奶，因為奶奶你係唔食海鮮嘅，但每次 Apple 上到嚟都煮得零舍豐盛，各式各樣嘅海鮮都有，唔知以為去咗鯉魚門係咪奶奶？要多謝外父大人，人哋話個女同爸爸係前世情人就梗㗎啦，望住呢個前世情敵咧，都幾好，都收貨啦，得閒多啲上嚟同我飲酒啊，係咪外父？要多謝外母大人，因為外母大人知道阿邦中意食涼瓜之後，第2餐即刻會有，永遠都咁錫住佢，所以掌聲可唔可以送俾我哋雙方家長啊？因為有你哋先有今日咁開心嘅大日子。淨係聽我講好悶㗎，不如我哋睇段小片段啦，睇下我哋今日一對新人又係點樣走過嚟啊！誠心欣賞，由佢哋細個到今日都可以話大個仔大個女咯，嗬！我諗都係時候咯。但見佢哋之前，我想借來不滿你少少一樣東西啊！我想借你手機燈一用啊，可唔可以啊？一對新人嘅浪漫時刻就由你哋幫佢嚟締造咯，可唔可以借你手機燈一用啊？而家疫情復常翻㗎啦，好多大 show 都已經舉行㗎啦，我哋都係拎住手機燈咁樣發下㗎啦。呢邊咧有冇多啲啊？